絲綢之路3000年來你都未試過咁樣玩？獨家解鎖中國唯一合法穿越嘅雅丹無人區新疆大海渡，沉浸感受莫高窟嘅千年壁畫，仰視墨積山石窟嘅震撼藝術。天水安排動車直達張掖，省去10小時的辛勞，13天跨越3省3000公里，帶你踏入真正嘅絲路傳脈秘境。從西安出發，登上鐘鼓樓望古都，喺冼力博睇盡周秦漢唐嘅國寶，再到兵馬俑坑前感受秦始皇嘅千軍萬馬，去法門寺瞻仰佛祖真身舍利，去寶雞解鎖青銅器之謎。再行轉天水古城，睇南國寺嘅千年古柏，呢啲都係市場罕有嘅深度位。由墨積山東方雕塑館到莫高窟嘅無邊佛國，兩種截然不同嘅震撼藝術，一次過沉浸晒。穿過張掖七彩丹霞嘅大地油畫，企喺嘉峪關望住茫茫戈壁，再行上完璧長城，呢度先係真正嘅天下雄關。騎住駱駝上鳴沙山，俯瞰月牙泉呢個沙漠奇蹟，全個行程最高潮，獨家進入中國唯一合法穿越嘅大海渡無人區，揸住越野車闖入呢個外星地表，只有翠明假期帶你咁樣玩法。最後去到天山天池，由科莫走入仙境，洗滌一路風塵，全程奢華住宿，西安2晚，連住國際5星高薪洲際，享受最頂級嘅服務。仲有烏魯木齊2025年全新開幕嘅城頭萬達嘉華酒店，翠明假期不一樣的西北終極路線，2026年5月、6月、9月、10月出發，名額有限，跟住我哋見證一個不一樣的西北。